这样，首先要保证我卵子的质量。我的这份优质宝宝计划就是我卵子质量的保证。好天哪！贝贝，你怎么快起来？你起来快一点！我跟你说，赶紧帮我把这份优质宝宝计划贴到墙上去，以后每天你都要监督本宫，辅助本宫完成这份计划。苍天哪，太折磨人了！这懒得连门都不自己开了，真拿自己当小主啊！我看这孩子也别自己生了，这金子还借他干什么？自己领养一个算。珊珊，你今天在家休息啊？你还生我的气呢？自打警察叔叔走了之后，我们都以为你被警察当成主犯给抓走了呢。你别这么讽刺我、挖苦我行吗？我知道上次那件事儿是我不好，要不是因为我，没准你跟律师现在已经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；要不是因为我，你跟冬眠也不会蒙受不白之冤。所以我今天来啊，我是专门给你和冬眠来负荆请罪的。什么金啊？我可不需要金，把金给冬眠吧，他缺金缺得厉害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去会所了？晨练去了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他最近很注意养生嘛。不过他怎么知道我在写心经啊？什么心经？我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是我最近这几天苦心研究男人和性，写了一本心经。我看你俩是病得不轻，一个没事写计划，一个没事写心经，你俩应该进行一番学术。